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位要出场的是一位女歌手。那她呢是来自于藏区，她是继邓丽君、王菲之后，成功进入亚洲市场的新生代优质女歌手，被誉为亚洲的唯美歌姬。今天，她将用2首风格各异的歌曲串联在一起，把流行与民族完美的结合，为大家奉上一道视听盛宴。我的家乡在丹巴美人谷，我是一个藏家女孩。我从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。后来求学之路让我在很多城市生活过。我热爱家乡，热爱音乐。我是阿兰塔瓦卓玛。在国外生活的时候，我受到很多流行音乐的影响，但在我的心中一直都希望把本民族的文化融入在我的音乐里。感谢藏歌会给了我这次体验生活的机会，来到林芝。这里雪山的咆哮声，雅鲁藏布江的奔流声，有让我回到儿时家乡的感觉。这些都给了我很多的灵感，我要歌唱我的家乡。山水水，雅鲁藏布江，你一路欢唱，带我满心的渴望送向何方？带我满心的渴望送向何方？哇，阿兰，我怎么看，我都觉得你不像从藏区走出来的女孩子，你真的是西藏人吗？我是一个100%的藏族女孩。那我从小出生在丹巴美人谷，然后在康定，因为我很小的来到了成都，在这边读书，然后求学之路又让我去了北京，然后出国。其实像我们这些在外面的藏族，就是女孩子，对，其实虽
虽然我们没有一口流利的藏语，我也不会写藏语，但是就是你骨子里面流淌出来的那种东西，就像我刚刚在后台，我一听到那个小朋友在唱《天籁之哀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整个毛孔都打开，我就觉得特别的激动。其实我们在外面的这些藏族同胞，其实我们也非常的热爱我们的家乡，我们也非常的想学好这门语言，但是我们真的身边没有这样的环境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说藏语的就是同胞，大家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继续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这种东西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藏族，知道我们的藏族文化。阿兰加油！谢谢。其实很早听说过你，然后也知道在国外的一些发展。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唱歌，掌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的眼光，或者说他们内心对你的一种认同。其实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你这样的一些机会，能够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，能够真正让我们的一些东西得到他们的认同。好，谢谢吴老师。因为我是从这边走出去的一个姑娘，我非常想让更多的自己的同胞和热爱藏文化的这些朋友认识我、了解我。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秀还是非常的完美的。